有一位对台南来的少年家啊，感觉讲北部是愈来愈少人会晓讲台语，就安尼就开始讲要做台语的文创商品，希望会当互侪侪少年家了解到台语上界趣味的所在。专心坐伫电脑头前的阿东，当咧思考后一个台语文创商品要安怎设计，放伫桌仔顶的，无论是锁匙圈仔，还是台文衫、帆布袋啊，拢是伊的作品。阿东想要甲台语文推广互更较侪少年人熟悉，伊认为上紧的方式，就是用现主时少年人上介意的文创商品来成因的吧。我想要透过无共款的方式来推广台语文。平常时我是伫面册，会做一寡字卡的方式来推广台语文。即摆我想要用透过设计一寡文创商品，会当用无共款的方式，互台语文行入咱的生活当中。为着互商品会使更较有路，阿当更甲工作室合作，以6万个人做主题，设计迄个文创商品，卖伫网络顶端，甲大家分享台语趣味的所在。大家对阮商品的反馈甲期待，有一寡朋友感觉讲，阮即届的主题对网的人袂歹，因为会当欢迎伊的心声。而且甲台语文化这件代志视觉化，变做台语罗马字这件代志，因感觉足趣味的。一般的民众看到我的商品，可能会小可毋知要安怎念，也毋可话一支一支甲加工，这要安怎讲。而且呢，像阮这衫边仔嘛是有台落，嘛有台语的罗马字，会当透过甲伊甲讲台语会当有汉字。会当书写，会当有台语罗马字来书写，而且透过台语罗马字，会当知影讲这个字要安怎念。阿当讲，无定着后一代无台语嘛会使活了真好，毋过咱失去的毋干那只是一个语言尔，是更较深一层的文化。希望台语文化会使久久长长继续传落去。记者杜君豪，新竹报道。